咁啊，剛剛睇完呢就係 C grade 嘅比賽啦，咁啊跟住呢就係男子1500米 B grade 嘅賽事啦。咁啊呢度呢就有12位運動員咧進入決賽嘅。咁啊4號嘅運動員呢就黃康傑咧嚟自喇沙書院，仲有西島學校嘅就 Miles Williams。咁啊仲有培正中學嘅歐陽健一，咁啊7號呢就潘兆津嚟自黃福南，8號係蕭卓堯嚟自香港華仁，9號運動員鄺伯聰、張振興嘅。另外男拔萃嘅就係黃文康啊，就着起11號嘅運動衣。咁仲有西島學校嘅呢就係 Maxman。好，咁啊剛才西島就跑得好好啦，但係呢一場呢大熱門呢就係英皇佐治五世1號嘅運動員啊 Smith 先係大熱門喎。係啦，咁啊，亦都喺眾多嘅同學之中呢，佢喺初賽成績係好突出啊！佢係跑4分27秒69。咁啊，從佢呢個成績呢，有機會再衝擊下呢一個大會嘅紀錄4分18秒96添。咁而其他嘅同學呢，喺較好嘅成績呢，都係去到樹南書院嘅黃子圖啊，4分28秒30，咁啊相差有成7秒噶啦。咁啊，此外有機會爭入前3名嘅咧，就有好幾位同學啦，聖若瑟英文中學嘅鄺錦昌啦，喇沙書院嘅黃康傑。咁但係想挑戰啊 Smith 呢一個第1名呢，就真係要有超水準嘅演出啦。咁啊，反為有興趣咧，就想知道 Smith 有冇機會咧，就想試下一個新嘅紀錄。咁因為喺1500米咁長嘅距離咧，你話盡晒能力去跑係快1-2秒咧，就並不太難嘅，即係同呢個短跑嘅要爭一個好大嘅距離咧，就有唔同嘅情況。嗰陣準備啦。咁但係 Smith 咧，其實個身材都好矮喎，咁同剛才攞到冠軍嘅 Matthew 咧都係相差不遠啊。好啦，咁但係喺起跑嘅時候咧，就見到 Smith 咧就坐咗包廂啊，佢嘅前速唔夠快啊，因此咧就係守咗喺後邊嗰度。咁啊，黃福南嘅潘兆津，咁啊呢位咧其實喺中長跑咧都係好強實力嘅，只不過喺今年咧初賽嘅時候咧個表現就麻麻地啦，係跑4分43秒11，佢應該咧個能力咧就完全係呢一個級數嘅。咁當然啦，啲同學好似我哋剛才聽訪問啦，有啲係唔公開試啊，或者係有受傷啊，就影響咗佢個最佳狀態咧，就呢個就都好難掌握到啦。好啦，咁而家見到 Smith 咧，就呢位喺外線啊，喺1號號碼布嘅同學，咁啊見到啊，亦都係身材差唔多最矮嘅一位啊，開始咧喺包廂衝翻出嚟啦。通常呢啲情況會唔會有啲假想敵嘅咧？即係在場嘅其餘11個人呢，都會望住黃色衫1號英皇佐治五世嘅 Smith， 睇住你點樣跑咧，而自己發力。都會嘅，如果實係接近嘅話咧，都會了解一下即係對手嘅跑法。但係最主要都係自己個戰術安排點能夠發揮到自己最好嘅成績，咁呢個係一個首要嘅。咁啊，而家見到2位嘅同學啊，就係 Smith 同埋 Miles Williams 咧，就成個屏障咁樣係擋住咗其他嘅同學，但係從個前速所睇到咧，咁 Smith 咧就唔係好大決心啊，就係去嘗試個新嘅紀錄喎。咁所以讓其他嘅同學都跟得相當之舒服啊。咁啊後邊呢，我哋見到有男拔萃嘅黃子圖啦，咁佢一路咧都係跟住咧係Smith 嗰個跑步嘅節奏啊。咁啊瞄一瞄佢先，係咪想讓路俾佢咧超前咧？嗱，我哋見到咧就1號運動員啊 Smith 咧就跑得較為靠右手邊啲，其實左邊隨時就可以咧係過去嘅。冇錯，喺中長跑咧，亦都啲同學去望周圍嘅情況咧，除咗話對作為自己嗰個步速嘅參考，最緊要咧就要保持安全啦。因為你知道隔離左右咧會唔會對自己構成係少咗碰撞啊咁啊，呢個係好需要嘅。咁啊，而家形勢發展到去中段咧，都係見到跑得比較保守一啲啦。咁啊，直至到過完一彎角咧，就睇到 Smith 咧就有少少不耐煩啊，咁啊想將個速度係加快。如果一加快咧，就後邊即刻係拉開咗啦，見到。能夠跟住佢嘅咧就係 Miles Williams 啊，同埋樹南書院嘅黃子圖。咁而喺呢個階段咧，見到黃子圖更加係好有信心咧，就話你唔快放，就不如我試下啦。就拋開咗呢一個 Smith， 咁啊仲將個速度咧加快。咁啊過咗直路之後咧，就將會聽到最後1個圈嘅鐘聲㗎啦。有少少係出人意表啊！我哋見到咧男拔萃嘅黃子圖咧，好早咧就已經係將對方拉開咧，大概有10幾公尺嘅距離。
冇錯，咁越拉越開。如果從咁樣睇到咧，就 Smith 可能咧就比起初賽之後啊，個身體可能有少少嘅問題啦。因為佢初賽能夠跑到4分21秒呢一個成績咧，就唔應該係去到呢一個階段啦，係發生呢個咁情況嘅。咁啊，無論如何睇翻呢個比賽嘅本身啦，黃子圖係乘住自己趕過咗呢一個 Smith 之後咧，更加有信心啦，將個速度越加越快。哇！身體嘅條件相當好喎，見到咧黃子圖咧就一路咧保持住呢個均速咧，就衝向終點。不過我記起頭先咧起步初段咧，就黃衫1號英皇佐治5世嘅 Smith 咧，好似試過咧自己好似右邊嘅大腿啊、小腿位置有少少唔舒服啊，扯一扯嘅，好快呢個鏡頭。咁啊，應該唔會係嗰個影響咗佢啩？哇！冇理由爭咁遠啊！係啦，咁啊越帶越快，咁啊將初賽嗰個情況咧差唔多完全改寫。非常之出色嘅成績啊，係4分15秒啊左右嘅成績咧，就係衝翻嚟終點。可以講咧隱藏實力係成功啊！因為初賽咧黃子圖咧係跑4分28秒嘅，咁但係而家決賽咧真正嘅實力出嚟啦，係跑快咗13秒，4分15秒。係啦，咁啊，但係無論如何咧，就 Smith 咧佢個表現都係比初賽係失色咗好多嘅。咁啊，如果從呢一個成績嚟睇到咧，就黃子圖係破咗大會嘅紀錄啦。剛才已經提過咧，大會紀錄係4分18秒96，咁啊破咗好多添啊，差唔多有3秒，咁啊成為今次決賽日嘅最後即係第一個破紀錄，咁啊真係要恭喜佢啦！絕對唔容易嚇，咁啊打破咗啦2010年呢由黃俊堯啦喇沙書院同學做出嘅4分18秒96嘅，今日得主黃子圖創出新紀錄。男子 B Grade 1500米嘅冠軍啊，嚟自拔萃嘅黃子圖，咁啊除咗攞冠軍之外，亦都咧係破咗呢個紀錄啊，咁啊亦都恭喜晒啦。咁啊其實啦，睇翻你初賽個成績啦，嗱比起你嘅對手啦差少少嘅，嚟到呢個決賽啦，其實有冇預計過自己咧係會破到紀錄嘅咧？未，因為預計自己係差幾秒先破到咯，差2-3秒。但係頭先因為有人帶住，所以再快啲都可以。即係都係對手啦嘛 ，push 到你可以有咁快啦。會唔會係同今日嘅天氣啦，又或者係你其他因素令到你今日可以有咁好嘅成績咧？有上班同學咯，都係支持佢哋。係啦，咁啊都係冇錯，咁啊同學嘅支持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啊！喺度咧，再一次恭喜晒啊！多謝晒。